你即摆收看的是咱公司台语台宝岛高仔町。以前台湾人上歹的就是擦架，脚穿擦架，行路发出咔咔咔，人也袂到声先到。啊，就因为较早讲穿迄个塑胶，啊，骹底吼拢会生骹烧，啊，所以穿目镜就对人的身体有帮助啦。所以阮较改了穿目镜。普通的一块插头，经过师傅的手，就变成一双便利的插架，大人到囡仔拢爱穿。目镜上台湾，它都300几档的历史啊。阮兜是阮阿公，在民国前5年吼，以日本人的目镜工厂做囡仔工啊，就一直到现在。那台湾现在剩5间会晓敲目镜，吼，会晓敲目镜啊，阮上老的哦，115档。插架是真侪老一辈人的记忆，古早的人穿着伊行过时代，见证热烈。今摆的人却豆豆仔袂记哩伊的存在。今仔日咱就做伙回去迄个，听到声音就知影上来啊的时代。咱台语吼有一句俗语咧讲，穿目镜就好趁食，金银财宝是满大厅。这个话吼是讲吼目镜、擦架，伫咧古早社会的一个价值。大家拢知影讲吼，台南府城这个所在，若是咧嫁查某囝吼事事行行拢真讲究呢。尤其吼，若讲到嫁妆，一定要有2双目镜吼，一双爱送去互迄个嫁出去的查某囝，另外一双就是爱互囝婿。就是祝福讲吼，这个囝婿事业会当顺利，大赚钱安尼。嘛望着讲吼，嫁出去的查某囝会当过好日子。但是吼，要做一双体面又阁好穿的插架吼，毋是遐尼简单讲插头摕来卸卸破破安尼就会当哦。其实吼，嘛是要靠这个专业的师傅哦，才会当做甲真好真在安尼哦。所以讲呢，咱今日来讲插架的代志吼，咱来先欢迎到咱的来宾，这位吼无简单哦，伊是咱府城100年目镜的师傅桂宗兴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桂宗兴我爱做目镜。听讲恁兜已经是有影传承100年啊。民国75年就是阮阿公伊住的是日本人的目镜工厂，做囡仔工到到这。我开始咧捌代志时吼，到阮兜上做目镜上无会用的时代。你有看种男子汉？有影有影吼，迄就是民国40年代、50年代，咱台湾的蓝白拖，伊一个悬的一个低。迄阵塑胶泡棉都还袂足侪闪。是。大家下班等于换双拖的，而是换目镜。40年代，台湾的样靠目镜，它都50几间啦。到阮兜一日干迄哦，要2-3千双。有影诶，我即马吼卡大一箱就是有影是这恁兜咧做的这个100年传承的插架。阮北部人拢讲插架，敢若南部人拢讲目镜。南部人厝咧就叫目镜呢。阮自细人拢讲插架。嘿北部人就是习惯了拢叫插架，阮南部人习惯叫目镜，啥会安尼讲我无啥知。有影。自然就是安尼叫。嘿，有影，咱这吼穿落去了后，迄规个人迄骨势吼，讲行路啦，搁坐吼，拢感觉讲迄个形态拢无共安尼。迄是一个足重要的原因。定的物件，自然会让人家抬头挺胸。有影。你也穿咱冷的衫，因为会当踉跄行嘛，随便脱嘛，叫拖鞋。所以你看，在日本时代，目镜是好的人，有钱人、士绅、富豪、贵族才穿，因为他要穿出他的风范，包括安尼基、大尾罗马，大尾罗马穿目镜行路都爱外八，就是走出那个气势啊。因为顶的物件有材料会产生那个气势。台南人嫁查某囝老一辈都一定会准备双白查某目镜，准备一双查某目镜。就这些是安怎？他伴着嫁妆过去叫对兄。过了吼，这个媒婆把母鸡交给新人，讲这段戏句呢，你都有讲的，叫穿目镜好趁食，金银财宝满大厅。那上重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日据时代，因为目镜一路，而且拢有钱人，
士绅父老贵族在穿。啊，女儿把木屐嫁到夫家的时候，就等于把财富带到将迄个夫家。财富拢甲带过夫家。因为目镜是好野人咧穿的。啊，好野人才穿得起，所以我将我将这个物件带去恁兜嘛，是将这个金银财宝甲你送到恁兜去安尼。嫁查某囝顺续将这个嫁妆甲嫁过。对。那这另外一个真实故事发生在我妈妈。我妈今年94岁，我妈妈未嫁来进前，伊是林保在上班嘛。伊讲伊迄阵一个月薪水45块。哦，算大呢。45块。真济。啊，公司有准备暗顿、中昼顿，一顿他1针2针，1毛钱2毛钱。伊讲林保的一阵有要卖目镜，一箱5块，头5块40块。是。你也想伊薪水45块。对啊，安尼一箱目镜5块10块，伊当买得起？买袂起。买袂起。所以他都是有身份地位在传。是安尼原因。咱直接就想到讲日本时代，但是我头拄听师傅老师你安尼讲吼，讲其实是伫清朝的时阵都有啊，差不多，甚至讲是郑成功迄个时代都开始啊吼。对，他的郑成功私人来的这段，有一些木匠可能转型而去做目镜安尼。咱即马穿的这个目镜吼，啊，甲日本的穿的迄款的迄个有够差别。你卡落的迄两起的，这两起。阮来讲日式木屐。啊，这两箱，阮讲台式木屐有闽式木屐。哦，哎，两起。所以这两起的，这是归类为日式的是两起的。日本式的日式木屐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你有看过那个乌龙派出所两金大哥的是穿这箱，哦，就是这款，迄个闽式木屐、台式木屐。因为我即马卡搭的都是这两起的。啊，比如讲你踏在这顶悬的时候，你要行的时阵啊，有有当时会风卡翘，有当时会袂平均安尼。但是这款呢，伊后壁敢若一个搭，啊头前安尼起安尼，这重心，安尼较窄。啊，我感觉讲这跟咱台湾人迄个环境有关系，因为可能咱台湾早期的社会哦，可能迄路无遐平啦。啊，若要搭这吼，若是有影毋是安尼记吼，行可能都真跋倒，安尼很多是歹看。啊，两起的什么，是自然互你一步一脚慢慢行。有影。哦，那阮的没落时间将近30年。哦，那阮的翻新就是民国100年，咱台湾发生一种叫做塑化剂事件。啊，有影。好。那一票知识分子开始审视塑胶的毒害。那木材它是会呼吸的。是。一箱目镜哦，它布满10几万个毛细孔。有影，伊是自然的物件啦。就自然物件，伊电无好清，但是伊会喘气。就是安尼都阮都翻新。那阮这边的翻新最大的影响力中心就是医生。医生吼。那老师教授他会再开始重新推广这种传统的东西。透过教堂啦，透过在学校的也就是教室会讲到这种传统的东西。那这箱是一个台湾最有名的结构治疗科医生做的伊设计的木屐哦。那结构治疗科是比附件更细密的手法。他设计这双木屐，让他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一个辅助攻击。那设计完他会用木材加一个原因，因为茶党医生眼中叫接地气，会喘气。会喘气是自然的物件。什么时期恁卖上最上好？差不多。他的民国50年代。迄个年代1960年左右。他这时代。我加这箱。一日大概2000几箱，2000外，一日哦，一日，啊，你敢做？敢做会去？50几个师傅呢？50几个？一人平均就是大概50箱左右啊。阮的时代拢纯手抛的是用迄，毋是这支，这支是示范的，真正的是比这支还大支。更较大支。那时候我们是纯手抛。哦呀。一人就是平均一日他爱考到50箱左右。哦。我现在印象很深。古早无纸箱会装货嘛，拢是麻布袋嘛，就足大个，比地汤遐大个。一地就是固定200箱。人客翻卡要安订吼，而是我今仔要一地，要2地，一日拢平均他拢出10地左右嘛。所以我就知影，阮兜逐日咧厝里拢2、3千箱安尼出啦。阮老母上骄傲的。我们家的木屐有在外销，外销金门、马祖、澎湖。哦呀，迄阵阿兵哥出草，当然是爱换目镜去洗身躯呢。是。所以迄阵阮咧出金门一边是几万箱的呢，规台迄阵就是阮兜的目镜就贵啊。咱台湾人吼，就是较自然呐，吼，咱就是介意穿迄衬托啊，所以讲以早无迄个塑胶的物件时阵，电动目镜嘛是安尼讲对啦。哦，而且这个物件，比如讲伊的材料吼，甲天然一箱过会当冻足久的。哦，真啊足久。阮木屐吼，你穿的过程。
嘿，因为阮遮有黏树泥对不对？嘿，是。你清的过程只要卖挤，卖有安尼挤。哦。啊，以阮兜的手艺，只要卖安尼挤，即个树泥磨完，嫌差我一边，阮拢会当来补一遍。所以讲一箱会当清100担无问题。啊，无，阮遮上悬的记录30担啦，我这箱6担啦。6担哦。阮上悬的记录30担还在维修啦。是。啊，所以基本上很足耐用啦。木架是一种师徒制，哦，伊是一个师徒制。而是一代传一代，是，吼，现在少年的可能比较袂当去理解，就是讲，民国40年代、50年代了，到阮工厂，来学功夫叫学师啊，阮爸爸叫做看师啊，是，前3年6个月是没有薪水的，有呀，互你大，互你食，做无好用出来。啊，师啊拢安尼啊？好，对来，啊，迄个是传统型，是很严格，因为古早的传统型有重文工。你知影文工时，而且放红的这种叫隔离所。是。它的每一个长宽高是有放文工的，好。你连1米你拢袂知我走啥物，因为走啥物会走文工。是。好，所以从阮的手艺时代，阮就是虽然无 SOP 无版嘛，但是你要出师，而是要考到。爱照迄个寸尺，爱到迄个1分1厘拢袂当，拢袂使走偏差。而且阮老爸叫一刀落25公分，一刀落26落26，爱到这个级数。因为安尼走文工，是，吼，啊走文工会学老板做事来做手工，来拍卡撑，我你拍困觉。啊，时尚型的就没有重文工了，哦，迄个传统型一定爱重文工。啊，所以阮的手艺传承的是算蛮严格的。有啊，伊迄底迄个宽度啊，敢有限定讲是看人的，还是讲还是有来，现在变化足大啊，3公分、5公分、6公分、7公分、10公分，阮目前做上悬的40公分。40公分是啥物人咧穿的啊？哦，多一个听讲是台湾最有名的剧团啊，伊代表咱台湾出国比赛啊，导演为了那个剧情哦来定这项。我有看过日本的。日本人伊咧做茶夹吼，伊日本式的啦，但是伊迄是迄夹刀吼，Q 刀遐有迄个艺机啦吼，艺机因迄上大迄个花盔伊出行的时阵，出行时阵，哇，迄位也是悬的，我就想讲迄要哪行路吼。阮台南有一个足有名叫高综合医院，民生路，迄足有名，阮台南老医，啊老院长哦，伊也入去开刀房哦，伊也无打着目镜，伊唔开刀。啥怎？伊讲伊打目镜开刀，因为有当开大刀一边要10几点钟嘛。他踩在木材上面，第一个清凉，他脑筋会比较清凉。第二个手术环那个仪器比较多，今天木材可以导电。好，讲到导电，我来讲这箱，这箱。除了是民国40年代、50年代台湾的蓝白土，几百当来道教庙，会做着发挥香。只要有请道士，道士登坛拜表，就是有昭告天地这个可以，是一定要来买这箱。啊，现在道士一定要请这啊，因为他是几百年的渊源哦，我嘛唔知，但是我问道士，伊讲吼2个原因，伊做法事的时候，第一个踩在木材上面正邪，第二个听说，法会的过程阿飘会进去，何亚迪会进去，是，那他整个法会结束之后。伊要化掉，他就领着法会的功德力升天，迄不是我讲的，因为是几百年来这就颇多，只要有这个登坛拜庙这可以，他们就来买，是，因为台湾纯我做，所以全台湾拢来我买啊。师傅，你咧做这茶夹目夹吼，我感觉讲你已经不是趁钱这件代志啊。其实是真侪人吼，伊有迄个需求，另外就是讲你希望讲将这个精神会当传承落去啦。因为吼，对你来讲是一种熬人你咧做的代志吼，你是真认真咧做每一分寸球，每一个功夫你拢真认真。但是对穿的人来讲吼，你是安那互伊做，互伊爽快舒适，伊好用哦，啊个耐用，我感觉讲这是真重要。不管是医生嘛咧穿啦吼，啊道长嘛咧穿啦，甚至讲即摆连主持人拢就想要穿啊咧。报道高阿丁，内容足丰富，有地理，有历史，嘛有人文甲故事。咱若是知愈多，捌愈深，对咱台湾就会1929年到1938年，应该是讲潭底树上到风光的迄10年。较早潭底就是专职草树的，一两2块半，一个趁1块2角半。
这个叫做笑口啦，伊是即草节的一个心脏。阮地方遐即马考完整的，佫有6支。台南人嫁查某囝，老一辈都一定会准备双查甫目镜，一双查某目镜。阮妈妈袂嫁来进前，伊是林宝来上班嘛。你若想伊薪水75块，一双目镜5块10块，伊当买得起。买袂起，所以他都是有身份地位在穿。是入厝的时阵啊，我有看过，就是讲大家人手头边我摕一罐物件入去进厝内，地米、油盐、酒、醋茶。这7项其实咱古早讲这7项其实八卦。八卦一项减一项啊，是是你啦。之前迄布袋戏啊，这甲你生囝安胎这物件有什么关系啊？会使看家里意思是讲，莫互这个囡仔出事病大。咱有俗语讲，啊，你是家里翁仔遐，会抽在叮当。啊，有影，阮母啊，以前拢安尼教我念。这个茶架是要对无的物件开始做甲变，会当互人清的迄个过程。今仔啦，一张树啊，有树皮的，吼。阮用的是叫做台湾树啊，进口是袂使有树皮。是。吼，那来到我工厂了吼，我来做一个长切割。吼，了开始做阴干动作。吼，那阮茶的阴干很重要。因为茶也无完全阴干。吼，无伊的香精油吐出来先。阮硬做，第一阮的工具。固片会足顺，容易伤伤嘛。是。第二，我若无完全速搭，互伊干燥，我做了吼，譬如我今仔做这型，伊在这持续会透搭的过程中，茶会翻，会小可会让小可弯曲。所以我们台湾茶湾的阴干动作，它的4个月，刚老有3寸竿、4寸竿、5寸竿啊。好，假设。我今仔要做这箱，后壁管到5公分，头前2公分，我是用对切的，安是不7公分？一块茶是用来对切。我就用3寸角，还要9公分的茶。我这箱我假设我是要做26公分，是，我会切27公分。因为我每一个口的动作，茶是愈口愈少的。是。我要做26公分，我先切用27公分的角料。再做一次阴干。这时间它就5日6日。看天候状态啊，像爱阴阴雨雨的，可能爱10几日。日头足好的。我袂使直接曝晒，但是阴干。因为那是晒了会闭开。快速阴干也要闭。阮这拢讲裁嘛，做项目叫它1裁2裁嘛，裁了哈。那阮若进1万裁的茶。正常的茶，阮安尼正常安尼学即款的拢爱顺掉的嘛，拢爱切掉的。它就2000才袂当用。但是你若茶闭了足严重的，或是树啊木无完全无滴的，可能1万才5000才拍掉。耗量蛮大的。好来，我切27公分，因为我要做26公分。我都它都阴干5、6日了。来这边5公分，这边2公分，我做种斜切的动作。是斜切完，咱是不是正常无弧度嘛？茶无弧度的嘛。是。我就爱做倒角的动作。那倒角的动作，因为用骨啊骨是粗粗的，这款用骨啊骨茶是粗粗的。是。安尼是袂出去嘛？要爱水，正因为有刷轮啊去。爱刨。好，古早而是用刨刀刨。你这个刨的过程中间。这个茶面也会水，好，那这是用自动刨来取代。阮家都有足侪工具，有切层，有 CNC，有这个刷轮啊机，所以阮的这生产速度会较紧。好，就安尼，它就，阮正常，阮做目镜，我们把它拆成工序。我们从最简单的15道工序到30几道工序都有。虽然我们将有动用工具机，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师傅养成时间。对啊，我们无 SOP。安怎讲呢？因为将有机台，但是机台是马达启动，我迄阵的能力而已。是。该有你该爱有的手艺，迄嘛是爱保留。你还是要在。对，无你做袂出来。有影，就是安尼。这个精神就是啊，所以阮的生产速度无紧，生产量也无紧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迄个精神抑阁是伫咧其中，咱无去甲消失去安尼。啊，伫咧你的心目中吼，你会感觉讲茶家伫咧你的人生啦吼，啊，你会感觉讲有伊的价值的存在伫什么所在？几当前啦，嘛是一个友台啊，做我一个节目。那天播出的隔一天，大概早上11点多。一对夫妻他一看到70几、70、80岁出现阮店，
因某马上抱怨哦，伊讲阮阿有够笑，安怎？伊讲伊昨下暗伊饭店看到我的节目，是，他要回荷兰，哦因翁把回荷兰的那个班机把它延后哦，所以伊是外国人，不台商哦，台商，在荷兰开台商建设公司哎。好，那一来老婆抱怨完了，讲这几箱嘛，好，那这几箱完了，就开始在聊天，一聊，因为我要做过更条公司，是，就大家拢有话题，就一直聊，一直聊，因某就一直买，这来买几箱上豆，买几箱上，买到最后买17箱，那重点是这17箱，重点是因翁要离开，想讲一句话。伊讲我每一件吼，也为荷兰登来台湾哦，伊拢会炸荷兰的物件，来登来送台湾的朋友。是。伊这边足骄哦，台湾的物件要炸登去荷兰，要送给荷兰朋友。我当下都愣在那边，因为目的是一个从缅甸哦，一直到没落到以民国70年代，是看不到希望的。是，莫因为阮兜今仔有开一间店，无阮嘛要收干。你看50几间到这样剩5间，加上阮会上幸运的一样，而是因为阮有店。因为迄阵做目镜吼，就是翁仔某爱山内面，就地取材嘛，就一日生产10箱，生产100箱安尼搞嘛。你没落了无订单嘛，就自然有收开。是，这50几间会安尼收开。虽然讲真侪因素和这个100年的店吼，会当吼复兴起来，咱会当安尼讲。但是未来咧，咱你会看到讲，咱这个茶叶的传承，你的后时势，到咧继续这个行业，还有你的想法，你会认为讲怎去甲做，咱会当将这个精神哦，去延续落去安尼。我嘛是真担心啦，其实你因为有一批摄影师有为阮的工厂去过，拢老岁啊。是啊，伊工厂环境不好。讲歹听，少年无啥爱接啦。有呀。找进去的薪水要好念，我们那环境不好。那如果万一断层了怎么办？那时候公园有研究到一道叫做3D CNC 8星8轴。配合它整套仪器4500万。阮一箱目镜卖500块、600块啦。你开4500万来研究迄个？来做这种片，阮现在可以上贵150万尔。第一开不起，第二你早有讲到，当你一个产品是全自动化的时候，就少了那个情感，无唔对，所以足侪人客哦，内行伊讲，头家，恁兜这项物件哦，这边行这边那差头1、2米哩哦，我拢需要拍手。有影伊发现啊？嘿，我讲对，迄个手工做的，绝对无小可会出力。伊就有1、2米哩。有呀。我今仔专全自动化，我用写出的，两边都一样。有呀。人嘛是安尼，咱人吼倒手甲正手，就生了无共平。对啊，倒脚正脚嘛有长度嘛，嘿啊，对啊，有差。手工做的物件都是精神，就为了那个1、2米，加。但是这个是情感。有呀。这个是我所在动中的一个情感。你爱8星8轴全自动化，那个没有感情。是。所以为什么合成的东西不呼吸？那当然它不呼吸，但是它少了要情感，那种感动。所以就刚像讲，咱讲到迄个一开始讲迄俗语啊，迄个就是讲送这个茶叶互囝婿啦，互查某囝做嫁妆，其实就是望讲迄个鞋啊，然后会当将你这个金银财宝、毛大厅什么拢带互你福气啊。我感觉这是一个真互人感动的一个精神，传承一个好的历史轨迹啦。是，这是重点吼。在咱台湾啊，像讲财富安尼吼，毋是干那讲传承这个专业的这个基卡啦吼，其实嘛是延续着讲背后吼，迄个可能消失的迄个老人的精神啦，还有咱的台湾的文化的重点，拢爱甲保留起来，甲传承落来。嘛真感恩师傅你伫坚持呢。有影咧，我即马卡达即项目镜有影是。坐了真知吼，人讲徛了吼，顶天立地，有影是即个感受啦吼。来感受来讲，大家吼去了解来讲，其实人甲土地之间，人甲即个岛屿之间的迄个情感，就是伫一项茶叶顶悬。